年劳法司北分署发生这场霸凌案件，姓吴公务人员行底路，劳动部长也宣布要甲伊对办3顶劳动专员上钟。前国民党立委廖国栋涉嫌受业者诬洗互检方起诉，也拿台北市议员陈仲文替家己公司讨资料，即马警方要甲调查。昨半暝7堵车头进行这列车的调度，列车呢，甲这分道弄歹，这是2个月来第5代的调度意外。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9日AM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去年呢，这劳动部劳法司北分署发生这场霸凌案件，一位姓吴的公务人员伊来行底路，劳动部长也宣布讲要甲伊对办3顶劳动专员上钟，表扬伊在生进前的付出，这也是劳动史上的头一位。另外，劳动部也宣布讲会伫咧这案法内面设立到这场霸凌防治专章。去年11月，劳动部劳法司北分署发生工作场所欺负案件，造成4名公务员来自杀。劳动部长洪胜汉19主动宣布，会对办3顶劳动专员的奖章，予4名公务员，表彰伊在死前工作真骨力，而且责任感强。这个功营也真做劳动部史上头一个人。希望能够表彰他在生前对于我们机关的交通安全的专业那包括贡献那其中他的功绩其实很清楚，在疫情期间他其实统筹的是像北分署的异地的办公那确保机关的运作这个因公抚恤的申请也获得了铨叙部的审议的通过。公开表彰3顶劳动奖章，洪胜汉部长讲会拜会伊的爸母，对办专业奖章甲证书。部长也表达4名公务员家属希望讲伊的努力会更加互社会理解肯定，希望工作场所欺负防治做甲更加好。劳动部也伫同一时间宣布，会伫这案法内底设立工作场所欺负防治专章。治安法里面要设一个职场霸凌防治的专章，目前在讨论当中。预告之后，3月底或4月初送到我们法规讨论，然后送行政院，然后希望在这个会期能够送到立法院来做审议。欺负专章适用的对象以劳工为主，公务员相关法规将以原有考试院来办理。对于公务员遭无欺负事件，考试院保分会也建议修正《公务人员保障法》、甲《公务人员安全甲卫生防护办法》相关修法草案，有加伫下会期送立法院审议。可是，在公务人员保障法里面，从来都没有存在这种外部的机制来去做监督，或者是开放让这个在单位底下工作的这些员工有这个机会来去做申诉，往往最后就会走比较偏门，比如说什么局长信箱啊。坦白讲，公保法欠缺外部监督机制，建议予公务员直接适用职安法。民团也呼吁开放公务员组织工会，协助公务员提起救济。记者综合报道。将国民党立委廖国栋涉嫌收这供电业者500万的乌生钱，甲这水利署顶官检，官员呢是强迫佮落解，讲爱重新启动屏东牡丹水库的热能计划，说因为相关案件落尾是无来推动，送钱去业者呢讲要甲这条钱讨回来，无讨回来就去甲检方检举。经过北检调查了后呢，今仔依照贪污等罪嫌起诉廖国栋和业者等5个人。前立委廖国栋涉入所购收污钱案，1审是重判8年半，即马官司还未结束，搁卷入新的备案。互检方控诉讲，伊伫咧立委的任内收污钱对公部门施压，重启热能开发计划。北检19是照涉犯贪污治罪条例起诉廖国栋和供电业者等5个人。检察官依公务员收受贿赂罪及对公务员行贿罪等，依法提起公诉。这个开发案是规划伫咧屏东的牡丹水库设置太阳能发电系统，但是招标失败拢流标，官方伫咧宣布停止推动了后，检方发现讲伫2019年涉案的业者是找廖国栋，承诺以1000万做报酬，要求伊对水利署等官员来施压，重启开发计划，而且降低投标厂商的资格和条件。当然，业务根本就无厘头嘛！我甚至觉得这个事，其实我本来没有接触这个，我应该不是我的选区啊。搁涉贪污红起诉，廖国栋是拍拼在法冤枉，但是专案是涉案的业者主动向检方告状提告，因为不满伊真侪摆协调拢无结果，所以已经拢共收500万去啊。伫夏东派立委集体收污钱案爆发了后，廖国栋搁一摆封羁押，就算后期交保红放转来，伊嘛无搁再倒推动，互业者气甲要甲互伊
伊的钱摕转来。但是廖国栋敢若讲一句，即马身躯顶无钱。局长现在在搜索什么？这跟光电有关吗？国内供电备案真济，对台南市前经发局长陈凯玲、云林县议会议长黄凯、中华县议员詹木君、前台盐董事长陈启玉等人，拢防控诉涉日期中，甚至防起诉。备案少年线一直爆出来，到底是政策法规无够周全，还是讲是对一个部分出问题？很多事情它的背后其实都是经发局在推，府会协调就让它过了，或者说后面有一些民意代表的施压，然后就过了。咱国积极推动再生能源，所少连续逼出官员含生理人斗空。学者认为讲，地方政府的裁量权真大，审查必须要做好把关，而且检讨相关制度。只要状况发生，都要较紧依法来严办，莫互这个热恋家蛇有机会伫这底作怪。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陈仲文牵涉到台地公案件，一审被判刑8年6个月。不过，今麦搁再表出讲，伊捌甲这市政府讨资料，协助立电农业科技公司摕到这政府的标案。陈仲文是解释讲，摕资料是机关的职权，和这标案是无牵连的。市长蒋万安讲，也甲这个案件送到检方调查，要来厘清案情。立展的经营权早就有新的经营团队进驻，所有的决策、所有的经营的这个方向，我都没有参与。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陈仲文牵涉台地公案，一审被判8年6个月，今麦搁再表出争议，有平面媒体也出来陈仲文哪像利用职权甲局处摕资料。伊成立的立电农业科技公司是咧处理环保堆肥甲喷等等的业务，3年计共标到台北市政府5个标案，金额有甲3060万。因为陈仲文是出来画冤枉。所知呢是民意代表的职权，这是我要问证要做使用的，所知的部分就会得标。那这个每个议员就都所知就好了，就都得标了哈。陈仲文强调讲，甲局处讨资料是即阵要用的，并无啥物秘密，嘛无讲讨资料就会当表调的情形。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书培呼吁检调都要查明事实。因为台北市长蒋万安讲，这个案会送政风处调查。我们会送政风调查来厘清事实，希望勿枉勿纵。如果这件事情属实，我认为检察官跟法官应该要立即另案侦办哦，而且是不是应该要取消交保？环保局驳回讲，有关立电公司标到环保局本所分化厂处理喷甲堆肥落雾采购案，厂商是经过评选委员会选出来的，办采购并无道理厂商的情形。内湖垃圾焚化厂它的厨余脱水脱水劳务采购案，它是以限制性招标方式经过了评选委员会的评选选出的优胜厂商，那我们依照政府采购法办理后续的议价以及决标的作业，那整个程序我们是都是没有问题的。工部局发包单位强调讲，台办各单位发包的案件，拢有照采购法依法办理，客观中立，绝对袂受任何施压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上桥今下晡3点多接到通报，讲这国道1福上北路段伫新营这带呢，有一台箱仔车发生火灾，消防人员到现场抢救，也那车顶驾驶含5名乘客拢顺利逃生。这个车顶5个乘客是这台东县交通及观光发展处的处长，也个其他官员，以及到西部各县市行销台东的员工，想要到煞来撞到这火烧车意外，赶紧停伫路边，而且有报警才处理。加在呢这大火有来甲这车烧走，不过呢，这5个官员呢，拢有随来落车，无任何人伤亡。昨半暝啊，伫咧7堵车头进行这车帮调度时阵，真有可能是这何志源发出错误信号，这列车就甲这分道弄歹去。这是第2个月来这第5届的调度意外。代替表示讲，列车无受损，人员也无受伤，无影响到交通。不过过失的人员也会照规定来解处罚。EMU 900型区间车骑伫个机场洞车皮歹去，玻璃出现真大壁损。这是去年12月区间车载客结束了后，原定进入花莲机务段，因为吊车人员无按照标准流程造成烧弄，代替事后追究责任。不过，这个月18暗时，7堵吊车场一个因为作业疏失，造成转铁器受到损害。在检查车辆这方面，就是需要可能要再上点心吧，因为毕竟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要努力降低所有的风险啊，不然这个行的交通，大家都这么多人在做，都依规定通报，这没问题。因为昨天晚上刚发生嘛，所以这部分好，我们还进一步再了解。
这摆发生在7度吊车场内底，车辆无烧long受损，也无人受伤，无影响运行。内部员工讲，敢若是后置员发唔到信号，造成用来互插道转变方向的转tik器无正确开开，列车才甲转tik器开歹去。代替讲相关守护人员的依照规定严厉顶处。在吊车人员这个上面的流动率其实蛮高的。那就算有 SOP， 也会发生说，那我到每个吊车厂，可能因为我的编组，可能因为程序它的这个作业的环境不同，所以我新过去的人也需要花一些时间。产业工会分析，吊车人员因为困不正当，佫无危险的加急，近几年一直流失。加上人才养成需要半年以上，流动率真悬，恐惊直接影响作业的熟练。去年年底就发生一天2层的吊车烧long事件。今年1月7度吊车场内底电力机车排练甲8个转tik器底歹去。2月是伫吊酒基地发生吊车机车连挂自强河时烧long，2个月来已经5站吊车意外。而且过去对于这个事故都会用有没有这个死伤人来作为它的重大与否的界定。那么在这种吊车场上面，因为还没有载客服务，所以可能有的时候会被他们当成是比较不那么重要的一个监督的这个对象。前交通部长何丹丹认为，就算无造成死伤，不过可能造成安全管理注意无到的所在。加上代替近年来陆续买真侪新车，无理解造成吊车厂更加无用，需要更加多人力甲科技的设备来管理，这也是代替必须思考的课题。记者综合报道。台大校园传出着偷袭的事件，昨有一个查某同学伫咧学校的性别优先便所有人甲伊偷袭，伊就赶紧来报警察。警方调查指出，讲这嫌犯也是台大学生，会来厘清案情。台大表示，已经要求学校警察就要加强便所的巡逻，也会进行这反偷袭的检查。警方接到报案，赶到台湾大学，当场抓获的嫌疑人现在在里面。这16人被抓，抓不出真大的动静，警警直接将伊带走。学生看到这一幕，拢怀疑出什么代志，原来是台大校园也出偷袭的事件。有看到有一群警察，但是不知道是偷拍。听说有这件事的话，可能就会尽量不上这种。学校内底出现偷袭的人，伫10月下晡3点外，在外籍女童区伫台大普通教学馆1楼的性别优先便所，向予人为空旁用手机偷袭，也甲大声叫。警方到场查缉，抓到的现行犯是共校4、5个学生。如果有女厕，我可能还是会选女厕。厕所里面洗手，然后看到旁边有男生，可能心里还是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学校证实，后来发生偷袭的事件，涉案人疑似为假绑架地面的空旁用手机偷袭。不过实际案情还佫等警方调查。目前已经要求驻卫警加强对便所安全巡逻加反偷袭检查，也会专门检讨后来15个性别优先便所相关硬体设备是不是需要强化。我是觉得良性厕所的概念是 OK 的，但是在设计上面有没有可能让双方都感觉到有一定的一个隐蔽程度，或者是隐私有受到保护的一个状况，才能够避免我们讲的这种偷拍。校园发出偷袭的事件，警官基金建议加强巡逻、大警记、设紧急求助铃，也点出性别优先便所的设置相关规划也需要温书，唔通互人去便所，就爱行行行行。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宜兰县爆出有查甫警察甲人伤害性侵的案件，10点半暝，一个查甫警察伫咧查甫警察所住的所在开讲，却来发生口角，造成伤害也有性侵的情形。警方表示，已经主动调查，厘清案情了后，会依法来移请宜兰地检署侦办。所属员警疑似设有伤害、违反男女意愿之亲密行为等情事，立即主动调查，同时恪遵谨记警办之原则。本案刻由本局妇幼队主侦，于厘清相关案情后，依法移请地检署侦办。这位查甫警察先去病院验伤，才来报案。根据着查甫警察的表示，讲这查甫警察甲伊拍，佮甲伊乱来。不过这查甫警察完全唔承认，专案当咧调查。查甫警察也先调离开职务，警方也强调袂按护证好人，看调查的结果才来做行政处分。北东路进前爆出员工去互主管性侵，所来行底路的情形。今仔日北东路头一届公开这事件了后的3大改善，除了增加执场安心委员会，这工课场所也会增加搁较侪监视器，也会聘请性平专业团体，加强各级主管的性平意识。
今日麦当劳若点餐的监视器全面升级，就连内部各个所在也增加真侪监视器，减少这安全的死角。另外，每一个员工都有专属的 APP 申诉管道，会使对工作场所不法侵害中，搁再点选申诉了的处理。这边是新增加会使直接市职场安心委员会，成员有外部专家、员工代表、总裁、人资跟法务主管。麦当劳讲，事件结了后，委外性别专业团体协助培训人资团队，强化各级主管性别意识。如果今天要去升任主管的时候呢，包含所谓的一些道德训练啊，或者所谓的背景调查呢，其实企业必须要更严谨。好，尤其是包含了可能过去在中所谓的一些性犯罪啊，好，或者是可能会有骚扰的经验当中，他就可能比较不适任，甚至可能公司要有一些比较更严格的，例如说所谓的人资控管的流程。另外，麦当劳也公布，董事长李长林写予员工一张批，讲到只有坦诚面对，连伫工作场所安全制度的规划甲推行，需要专业公正第三方单位协助，才可能开始彻底改变。加害人的这个辅导跟行为人的改善，其实都应该要放到企业的员工协助方案里面来做一定的思考。各县市的劳动局他们也有相关一些咨询的一些管道，这些都可以去询问，然后了解自己的一些法律权益。也可以跟妇女团体来做咨询。民间团体是提起讲，万一妇女伫工作场所拄到性骚扰，也是性侵害事件，那当事人唔敢出面申诉，也应甲同事也是亲戚朋友讲，请伊写落了后报警申诉。那拄到主管讲话，也是文字来性骚扰，要有勇气以明显文字来拒绝，避免这日后申诉无度成立，来确保自身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提醒观众朋友，食物件进前爱会记得洗手，物件爱食熟的较好哦。有民众一行5个人17下晡去到台南某一间海产餐厅食饭，这个菜色有食这蚵仔、胡椒类等等的菜色，想袂到过长讲是土骨肉，袂输是食物中毒。这卫生局接到通报了后，随派人去稽查，也强调讲，若准有查到确实会要求改善。这一晚尿尿卵看会出来要活的，有民众就帮问讲。因5个人17下晡去台南这间海产餐厅食蚵仔、甲梨仔等等的菜路，过长讲被阿嬷刷土甲肉，还有胃寒甲酸痛，那像是食物中毒。如果那天的食品有问题的话，基本上我们应该会接到其他人的投诉，甚至卫生局的通报，但是目前为止是没有收到任何讯息。业者认为讲，食物中毒一般袂甲过长讲才发作，强调讲拢有配合相关的规定，维持品质，袂摕因的名声来讲生笑。台南卫生局接到通报，19嘛派人去现场稽查，查核作业环境及食材保存情形，如有缺失，将要求业者限期改善。倘若复查不合格，将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款。甲冰箱等等的设备开检查。卫生局强调讲，若确实会要求改善，若无会照是安罚裁罚。不过这实在敢无问题。记者联络这个甲文章铺上网的民众，对方也无回应。卫生局也要进一步来厘清，因为最近诺如疫情还搁伫个高峰，嘛有网友认为讲症状甲诺如真相像。诺如病毒主要是经由粪口传染，那接触到相关的呕吐物啊或者排泄物，那又没有经过足够的消毒洗手，从嘴巴里面再服用进去，它造成这个感染。医师表示，海产较会接触到污染的水液，确实有可能受到病毒的污染。嘛提醒业者甲民众，海产类的物件都要煮好烧，洗好清气，莫生食，才会当避免去喂到病毒。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嘉义中部呢，有一间私人公庙站暗头发生火灾，这查甫祖和查甫祖，还佫2个查甫囡仔伫厝内面，消防人员到现场先把老大人，还佫一个4岁的查甫囡仔救出来。不过另外一个5岁查甫囡仔，伊就无较好运啊，伊互这烧甲绑起身倒地着，找着人的时阵已经无气啊。树林宫的铁门烧甲乌麻麻，广线嘛因为高温冷气，连厝边厝内的壁砖嘛因为大火高温落一大堆，可见火势真大。看到铁那门打开吼，都是火。内面神明厅拢一定人来拜拜有香啦，有啊是神明要拜拜啊，是啥使用的用品啊。嘉义县中部乡这间树林宫18晚暗仔6点外发生火灾，火灾的时阵，外籍看护拄好出门摒粪扫，厝内单剩86岁甲79岁的2个阿祖，阁有2个4岁甲5岁的查甫囡仔。阿祖年岁大，无法度带囡仔逃走，4个人拢受困。其中5岁查甫囡仔，互发现的时阵已经过往。拢袂歹啊，嘿，
啊，平常时佫拢会甲叫咧，啊嘛会拢我若门开开，拢会去阮兜咧。厝边唔敢家属嘛哭了真伤心。据了解，两个查甫囡仔是结拜兄弟，因为爸母拢伫外地做工课，平常时由阿公阿嬷照顾。但查甫囡仔对幼稚园放学了，会先留伫阿祖因兜，想袂到煞因为火警造成1死3伤。我就过平啊，就敲电话就讲火烧，我先赶过来。原本拢是几点会甲带回去？应该6点外啊。初步我们看起来，入门的右侧方那边有严重的明显的比较严重的烧伤痕迹。那我们初步判定是起火处。防救出来2个阿祖甲4岁查甫囡仔，搁伫病院继续医治观察当中。火调人员透早嘛到现场斟酌查看，希望会使赶紧厘清起火的原因。公视新闻林伟霆、陈焕武、陈显坤家己报道。讲到这食水的问题，介重要来看这台中南屯前面园区内面2大社会主体，这水道水甲拍开，对昨开始呢水就落，民众烦恼讲这水是去受到污染啊。市政府去查了后，是附近的建设公司伫咧施工时阵，甲附近的水道水管误破去，垃圾水才会走入去内面。建商也讲因会负责交代。温水车甲临时供水站装好满，各有几个所在供水点嘛伫要设好啊。但是风台天嘛无欠水，台中南屯区2个所在的社会主体住户煞无清气的水通用。拍开水道头流出来的水是黄搁落。伫台中南屯保安7街2个社会主体，住户对18开始就发现讲厝内水拢黄搁落，有的内面甚至搁有土沙，因惊甲唔敢搁用。回到家，我们第一时间就先去看那个水啊。那我们在浴缸就绕了1桶水，哇，整个都是黄澄澄。困扰就是没有水用，因为我们先要把水关掉。我们怕这个水那个住民用水的时候会因为水脏不知道，所以说他们可能洗衣服也会越洗越脏。最后是较紧向市府来通报，对早发现讲是隔壁的这个建地，伫整地过程甲供应2个社区的自来水的管线乌甲破去。虽然讲随来听话管线修复，但是有土所的水已经流去2个社会主体管线含堵水槽啊，影响要1000户的用水。我们只做挡阻墙的作业，因为它管路是先伸进来我们基地大概4的位置啊，有发现，那我们就很小心了啊，因为机具的那个动作有时候比较不好控制，不小心去给毁掉。那现在正在进行水塔的净空以及清洗的作业，最快今天晚上就可以恢复供水。建商目前已经修复破工的部分，会负担净水这相关费用。市府讲，若是发生这种建案去损害到厝边的权益的状况，应该是双方先协调。若是协调未成，市府才来会勘来看损坏的情形。若是因为施工造成损坏歹去到的列管，必须要确认无危害公共安全，才会当继续施工。嘛会看受损害的情形，互因相关的法律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小琉球海峡连续2天有3只石龟钓伤跨山，这3只石龟即马拢已经送到海参馆治疗啊。海参馆表示讲，伫咧小琉球发现到钓伤石龟的比率是全台湾上悬的。海巡人员甲海保署巡查员做过用镜仔，甲这只受伤靠山的海龟游起来岸顶，准备要送去屏东的海洋生物博物馆进行救治。在78两天，伫小琉球周边的海岸，连续发现3只受伤靠山的海龟，而且拢是保育类的石龟。经海洋保育署巡查员评估后，其中1只海龟背甲受伤，另1只海龟活动力不足。后续将2只海龟送往东港，交由屏东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带回治疗。海参馆助理研究员李宗宪表示，这3只受伤的石龟，有2只是去互鱼钩啊钓线无钓伤的，另外1只是龟壳去互撇仔线钓伤。经过初步治疗，目前3只状况拢真稳定。李宗宪强调，小琉球观光客济，佫是石龟找食的重要区域，所以这石龟因为鱼钩啊钓线撇仔来钓伤的比例全国上悬。但是以往1年大概敢若收到3、4只，这摆2天就送3只来，开始真罕见。我们没有这么密集的去在同一个地方同时收到这么多海龟的一个状况，有可能是最近天气温度也比较低啦，那海龟受伤的话，那温度比较低也更容易被发现。为着要避免海龟受伤，海洋保育署表示，去海边钓鱼要记得将钩啊、钓线收好。若是有发现受伤的海龟，也当通报因，也是海巡来处理。记者柯家族顾朝阳高雄采访报道。
所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全世界拢伫咧关心这美国和罗西亚的会谈结果。昨因是伫咧沙烏地阿拉伯来举行，虽然烏克蘭和歐洲國家無受到邀請，不過美國和羅西亞的會談是超過4點鐘，有達成4項的共識。兩國的高層會趕緊來促成這戰爭趕緊來收煞。不過，這羅西亞針對着烏克蘭想要加入北約，因是表示講無法度來退讓。那美國總統川普也批評拜登政府造成戰爭惡化，也批評烏克蘭和歐洲過去3年內攏無促成和羅西亞談判機會。搭配伫沙烏地阿拉伯首府里亞德的美俄會談，是俄烏戰爭將近3年，美俄高層第一擺接觸。會談進行超過4點鐘，會後達成4項共識，包含美俄同意建立參詳機制，人民高層團隊用持久戰延續，而且各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趕緊結束烏克蘭衝突。甲戰爭結束了後，美俄將對地緣政治爭議題進行合作等。美國國務卿魯比歐強調，為結束戰爭，各方都愛讓步。In order to bring an end to any conflict, there has to be concessions made by all sides. 羅西亞是堅持喺北約擴張，烏克蘭加入北約，甲北約部隊部署烏克蘭等3件事件頂懸絕對袂讓步，也批評美國前拜登政府使人烏克蘭加入北約，就是戰爭爆發的問題之一。крупнейших ошибок Байдена и его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и что, будь Трамп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он бы такого не допустил. 羅西亞特別回應，烏克蘭有權加入歐盟，不過免加入北約，也強調若是有必要，總統普廷願意甲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見面。即馬喺土耳其訪問的澤倫斯基特別是表示，任何結束戰爭的談判，攏應該達至烏克蘭甲歐洲，甚至是土耳其。澤倫斯基已經將原定訪問3個行程延後到3月。美國總統川普特別喺非洲批評前總統拜登喺俄烏戰爭當中做真濟錯誤的決定，也對烏克蘭甲歐洲國家一直有怨言、無受邀請談判表示不滿。佢認為因這3年來應該做的攏無做。Well, you've been there for 3 years. You should have ended it 3 years. You should have never started it. You could have made a deal. 包含歐洲國家領袖甲國際專家攏認為，這場第3個的美俄談判一開始就傾向羅西亞。美方對於俄國做出新規則讓步，普廷也透過這場會談測試美方的底線。法國總統馬克龍19日一擺針對烏克蘭戰爭開第2擺歐洲甲非歐洲國家會議，參詳對策。國際新聞景元慶報道。美國總統川普上任了後，伊就任命特斯拉的總裁馬斯克和企業家拉馬斯瓦米來帶領新創立的政府效率部。這個臨時部門呢，已經甲聯邦政府部門大規模裁員。馬斯克團隊也因為有權摕到稅收在內等等的敏感資訊，引起爭議。有14個民主黨的檢察總長是指控講，這馬斯克團隊已經違法。德州也出現抗議馬斯克的團體，不過畢竟是解釋講，這馬斯克是資深的顧問，但是伊無政府的決策權限。幾廿擺的抗議民眾喺德州奧斯汀也票議抗議總統川普最近施政的表現，包括任命特斯拉總裁馬斯克帶領效率部，高達效率部已經只是裁掉幾廿千個聯邦部門的職務。抗議民眾講，川普甲馬斯克的做法明顯違法。外界對馬斯克甲政府效率部直接裁員甲取消聯邦計劃不滿是愈來愈大。14個民主黨執政州的總檢察長下令法院禁止馬斯克團隊摕到聯邦機構敏感的電腦資訊，甲員工時透露。不過，個華府的法官18下令駁回這個禁令，理由是欠缺明確的證據甲理由。那川普那像嘛有意識到外界因為不滿效率部引起的紛擾，一方面同意馬斯克對美國國際開發署的批評。而且停止這個署的外援計劃。另外一方面嘛公告，對經營太空事業的馬斯克，政府會遵守利益迴避的原則。So anything to do with possibly even space, we won't let Elon partake in that. 白宮嘛喺18回講，馬斯克並唔是效率部行政主管，無裁減政府機構甲員工的權利，做決策的要是各部會機構。President Trump is the ultimate decision maker for this entire administration. Elon Musk,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acros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orks at the direction of President Trump. Elon Musk is a special government employee, as I have told you before. He serves as a senior advisor to the president. 川普2.0的執政團隊新創效率部，
主要是要简化联邦政府的体制、省政府的成本。马斯克嘛，甲经营企业的作风摕来管理联邦机构。因来伊带因细汉后生出席白宫的会议，互外界是议论纷纷。BBC 引用美国团保学者的分析指出，这是马斯克的政治策略，目的是要互伊看得更加清澈，而且嘛是挑工要转移一寡事件的焦点。对川普的团队无一定是歹代志。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美国总统川普就表示讲，针对着这轿车半导体晶片还佮药啊，要扣25%的关税，上紧伫咧4月初2实行。川普也讲，有一寡全球的大企业拢有表示讲，想要登去美国投资。那针对着这轿车的关税，因为咱台湾无轿车出口到美国，所以这部分是无影响的。不过，若准连这轿车的零组件也要扣关税，这部分影响就真大。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了后，推动关税新的政策，除了进前针对中国加扣关税，第二日宣布钢铁、阿鲁米制品卖扣关税。18川普签署行政命令，甲总统备忘录的时阵表示，按算汽车、半導體晶片甲藥品卖扣25%的关税。Yeah, I probably will tell you that on April 2nd, but it'll be in the neighborhood of 25%. 川普表示，汽车关税税率会是25%，若半导体晶片甲药品关税税率嘛是25%左右，或者是更较悬，而且是一年来大幅度加悬。就算川普讲汽车甲晶片等等的关税会伫4月初2实施，不过卖互业者时间，互因来美国投资。川普讲，只要企业去美国建厂或者是设厂，都袂有关税。Been contacted by some of the biggest companies in the world. And because of what we're doing economically and through tariffs and taxes and incentives, they want to come back into the United States. 国内专家分析，针对川普汽车的关税，目前咱国内并无外销汽车去美国，不过川普汽车的关税嘛，包括汽车相关的零件，对台湾厂的冲击是真大。如果说这个东西以后也要到美国去，那就牵动到厂商要在台湾跟美国去做产能的配置。那同样的车灯的厂商、保险杆的厂商。板件的这些厂商也都会受到影响。如果说今天让你扣25% 的关税，我还是有利可图的话，厂商基本上不会想要做太多动作。专家分析，台湾厂若去美国设厂，都要考虑产业自主、工课场的文化、劳工的差别等等。虽然川普透过关税把生产诱转去美国，不过嘛可能会致使美国的物价加悬，民众的薪水若袂着通货膨胀，等到会对美国的经济不利。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大家拍拼拢是为了要过三顿来看这台南西公有市场，因为家己大埔地震影响，这栋这市场变做是危楼啊。即马这大头虽然是惊危险，不过为着要顾生活，也是爱留伫咧内面做生意。市政府按算讲，伫咧今年顶半年会甲伊拆掉电器，临时市场设伫咧空地啊，店家啊烦恼讲这空间无够，设备就无法度去。用小火煮薏米，佮南瓜菜、香气拢走出来。这但是南西市场边仔开30档的面摊，不过其实这规排建筑拢因为日前家己大埔地震，害真侪店家甲住户严重受损。实际今日去内底天崩放弃，壁嘛闭起，已经互人来做红单围楼。地震过1个月啊，到单游玩有10几档为着顾巴肚，佮照常伫遮做生意。对，我们还是要营业，我们还是要生活嘛。这边所牵涉的问题太多了，市场处跟我们讲是这样子，连一个慰问金也没有。会担心啊，不然你怎么办？你新的地方要是没有找到，你这些势必就是都没有办法动。然后开了好几次的协调会都不了了之。目前这拢总40间红单，10间是黄单，新立63档的南西公有市场，真侪店头怨恨市府到单无来到这惊卡到，互因足刺心。虽然市场处确定这搭要规个拆掉中建，把规划暂时甲这店家刷去市仔边仔的空地，设临时摊贩区。不过店家讲，因遮尔侪设备爱搬，遐空间佫无够宽，认为根本无所在通囤。因为做生意拢毕竟拢就是要有冰箱。你有冰箱的前提，但是你的空间完了占较宽，摊张临时没用的做生意，拢感觉讲上会伫遐抱怨。政府看会当可用一块讲较宽的，要去甲迄个私人的土地租一个。那整个市场预计会在今年上半年来进行拆除。
那从拆除到重建大概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市场处这边也积极的在跟中央争取经费，希望整个重建可以尽速来完成。市场拆除中间费用超过超过1亿，市场处讲会向中央争取补助。原本徛在市场的住户，市府嘛表示会协调社会局来到3天安置。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高雄桥仔头科技园区今年的完工，这厂商也开始搬入来了，却造成这北高雄常常有大台车出入，变甲真危险。市政府规划这高铁桥卡的第39线延伸车路，今日正式动工，希望会当消透这桥仔头科技园区到公山交流道的车流量。大车来来去去，国道1号公山交流道的车流量原本就多，即摆附近的桥仔头科技园区是哪建设，厂商哪进驻，因为欠缺联络道路，要入去园区的大车，落交流道了后，拢会挖对安东街一摆，大车行细条路，唔若吵也真危险。拢大车咧走啊，无迄落啦。你感觉会危险无？危险是一定危险的啦，卖大家足严重的，因为咱这本地大车也足济啊，而且即摆个桥科建设落，你像即摆时间大车真正有够济，所以阮足紧要的啊。市府19举办动土典礼，拍算要伫高铁桥卡做一条新路，连接106线甲桥口道路，希望会当减轻地方的交通负担。这条路也当串联路的桥仔头、南仔溪这3个科学园区，互规个交通路网更加完善。伊若开的路有够大条，啊，伊若咧过较方便，因大车通常拢会走新的路较济啦。因为我真正嘛开大车的人，我嘛袂介意开这种小路。啊，毋过为什么因会开小，就是较紧安尼尔，对啊，大家拢赶时间无法度。规个桥区交通计划，中央是拍算要起3座高速公路桥卡的暗坑，新的国道交流道，甲一条第39线高铁桥卡的延伸道路。这条新路长1.4公里，总经费30亿6千万，双边拢是3线道，南边一定今年底要完工，到时敢会当消透当地交通，地方拢真关心。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嘉义阿里山管理处逐年拢会举办新木婚礼，已经是连续办19年啊。南港一枚婚礼是以原住民的仪式来进行。管理处表示讲，希望把这婚礼也个旅行结合做伙，带动在地观光，也个在地产业。这对走做的翁仔某3冬前，伫咧阿里山新木的见证之下完成婚礼，嘛伫咧阿里山的火车头翕出来济济甜蜜的结婚相片。阿里山管理处办这个活动已经19冬啊，逐冬拢会邀请15对的新人来到阿里山举办2天1暝的婚礼。包含刚刚说的去小旅行嘛，就是到阿里山逛一些景点玩。因为我本身是那里人，但是我并不会去逛，我反而是透过这次的机会，能够跟着大家一起去玩。阿里山管理处表示，除了会互要结婚的民众通体验原住民的婚礼文化，透过婚礼结合旅游，嘛希望带动在地产业、地方文化甲观光经济发展。千年的神木下进行证婚，那我们的阿里山神木下婚礼呢，我们还会带入我们的邹族婚礼的特色，就是我们会让我们新人穿我们的邹族的，就是婚礼，邹族的服饰，然后来进行就是整个邹族的仪式。阿里山管理处嘛表示，为着要保护阿里山的环境，因嘛规定伫咧新木碑台，民众是袂当食物件的，希望大家斗阵爱护这片土地，互翁仔某的感情会当像新木共款，久久长长。记者伫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来看台湾艺术家柯文用伊的水墨画作品《台湾风物图》，拢总有320公尺长、180公分悬。柯文用表示，讲本地作品有300多公斤，若准备摕出来展览是真费气的。即马透过科技，互这幅图变做是用投影的方式，会当来震动，重新听见过，伊讲看起来也真新鲜。图通看到台北101烟火壮观，无偌久的时间，画面来到桃园的石门水库，每一台车拢震动起来，顶面阁有鸟仔咧飞。这是台湾艺术家柯文用画水墨画《台湾风物图》，如今以网界方式重新呈现出来。台湾风物图原作到中国大陆展览的时候，那一张画有300多公斤，每次要出门都要吊车。现在透过科技我们很简单就可以投出像我的原作一样的一个逼真。
台湾风物图是柯文勇30当前的作品，拢总有320公尺长、180公分悬，用水墨画画出来台湾的民俗风情、自然风景等等，嘛，互人讲是台湾的清明上河图。导演分享讲，要甲袂叮当的山水画透过导影，以网架的方式呈现，有真大的难度。因为这幅画320公尺很长，那必须在沉浸场域做一个无接缝。所以它在我们在缝合的拼接的影像的技术上很难。台湾风物图即届透过技术科技，伫咧台北101展览，艺术家柯文勇表示，伊看到真感动，嘛建议其他县市政府会当伫咧地方设置科技技术馆，安尼才会当甲台湾的技术推向国际。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伫咧机场食头路做30年的艺术家简传德，伊用画笔当作是日记，逐工记录着这个机场的情形。伊的创作方式呢，以油画也个水彩用写实的方式，伫逐工做工课时阵用心观察，也甲机场幕后的辛苦的工作人员拢总画出来。这一张搁一张的相片是艺术家简传德过去伫机场做工课的模样。简传德伫机场做工课要30年，嘛经历过真侪事件。简传德用画笔甲大细项代志拢记录落来，互大众用无共款的角度来认捌机场生活一部分啊。咱拿写日记呢，一张一张把它觉得有趣或是有意义的东西，一张一张的把它记录下来。原来我们觉得日常刚刚不是很重要的东西，可是你把它定格起来之后，突然觉得特别有感。简传德1973伫桃园出世，创作以油画、水彩为主。简传德讲，过去互伊印象上深的就是SARS期间，面对疫情，机场每一个人拢唔敢大意。不过伊讲，嘛是伫迄个时阵，看到大家团结做伙，共同防疫，互伊真感动。当阵上严重的时，你看迄连行李拢爱用的塑胶袋、塑胶袋甲包开，啊，佮喷的消毒的，所以当阵上好的保护就是保持距离，保持距离安尼感，不要被互相看到安尼。就感觉原本最闹热的所在，啊，突然乡人都拢无人客安尼，敢剩工作人员都要行去安尼。简传德用伊幼路的画笔记录机场每一个精彩时刻，并用画呈现出机场工作人员辛苦的一面，甲生命中美好的故事。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钢琴家魏乐富是德国人，却伫咧台湾驻心音乐超过40年。今年伊和伊的牵手也是台湾真出名的钢琴家叶玲娜，做伙规划台湾400档福尔摩沙故事音乐会，要用不同时期嘅曲和语言呈现台湾这400年的故事。因是希望透过音乐，让大家认捌到台湾的过去。伊嘛写节奏紧、佮沉重，配合女高音林景如的台语朗读，来呈现28事件受难者家属受到政治迫害、惊吓无助紧张的心情。这首乐曲是钢琴家魏乐富以28事件真实的故事做背景落去创作的。暗暝的一晚，这首乐曲原版本是英语朗读。魏乐富今年特别改用台语呈现，是伊演绎台湾400年音乐会的其中一首。魏乐富讲，伊真欢喜用音乐把真实的事件记录落来。Happy that because 原来这是一个 literary idea， 我想把那个故事写下来，然后是 I think 这应该要可以变成一个 narration。魏乐富伫德国出世，1978年来到台湾教音乐，到打40多年。伊和台湾钢琴家叶玲娜是台湾出名的双钢琴组合。这届因共同规划演绎台湾400年的音乐会，要呈现台湾史400年之间无共政权时期的乐曲。钢琴家叶玲娜表示，过去的历史真侪台湾人无了解，也是无愿意讲，希望透过音乐来让更较侪人理解台湾的故事。所以这整个我们就是希望用音乐来带出台湾的历史。然后其实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台湾原来有那么多种语言在台湾出现过，那我们都不晓得。
聂玲娜表示，音乐会会伫3月18正式首演，卖用无共时代背景的语言来演出，所以会有荷兰语、日本话、台语、原住民语等等，希望会使甲台湾这个岛屿的故事和多元性完整表达，互更较侪人认捌台湾的过去。记者张家嘅谢桂林台北报道。华视的台语主播林玉珍报20年的台语新闻，今年伊也得到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伊表示讲，真感谢教育部，讲这是伊报台语新闻20年来上重要的纪录。3月好，今日起，那话总那开讲，开始一天的新闻工课，伊是华视的台语主播林玉珍。来5、4、3、2。臭头啊，就是赖痢头，头皮会出油，会流汤，会黏黏。伫这种状况下，若是滴无啊，无啊就会结掉咧。所以讲，臭头啊，滴无啊，结。用上趣味、上好理解的方式报新闻，互乡亲知，这是伊做主播20年来坚持做的代志。我细汉伫南投德山的庄脚大汉，爸爸妈妈甲真侪长辈时代拢是讲台语。但是当时的新闻媒体拢是以华语为主，所以因拢听无看无。啊，我到台北读大学，真侪同学嘛拢敢若会晓听华语，我感觉真可惜。原本台语敢若会晓讲、袂晓写的林玉珍，为着要甲台语传承落去，对罗马拼音、台语字一步一步豆豆啊学，希望甲台语完整的保留落来。对林玉珍来讲，甲华语新闻翻做倒带台语词，是伊工课上上重要的代志。我感觉玉珍姊伊真无简单的所在，就是拄着袂晓的，伊拢已经从真谦虚谦卑的心去甲阮同事每一个人讨论，或者是伊会敲电话去每一个，譬如讲公所啊，伊问当地的人会较清楚。伫同事的眼中，林玉珍是一个认真自我要求足悬的主管。伊对台语、对新闻的态度嘛感染规个新闻团队。伊讲会当用台语报新闻，是伊捌代志以后的心愿。即届伊摕到教育部114年度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伊讲伊真感恩，毋但是上幸运的代志，嘛是伊报新闻20年来上重要的印记。记者陈阿雪、柯敏哲台北报道。文化部对去年底开始推动台语家庭计划。根据统计，目前第一阶段有3748个台语家庭注册。关注台语的民间团体认为，若准备复振台语的使用环境，这培养语言意识就真要紧。台语文创园园区第19到20这2天呢，拢举办着这台语意识培育课程，对台湾的历史发展背景来看国家语言的发展过程，甲目前台语传承遇到什么款的困境？国语讲的是倒一种语言类？过去台湾伫日本时代甲国民政府时代的威权统治之下，强制甲日语甲华语叫做国语。虽讲台湾伫2019年通过国家语言发展法，但是有部分的民众也是惯势干那甲华语当作是国语。长期注心台语发展的关怀本教基金会认为，推广母语语言意识的基础爱拍好在上要紧。什么叫做国语？所以这个吼，因为大家拢无咧注意到说，啊，就足自然啦。哦，即摆已经有国家语言发展法，但是到底即摆这个法已经透过遮侪年啊，有偌侪人知影？可能嘛是抑个足侪人毋知影，包括这个世界母语日嘛，抑个足侪人毋知影。因为华语是强势的社会主流语言，会晓台语的人口一直在流失。文化部去年底开始推动台语家庭计划，中华台语文园区嘛配合活动，举办台语意识培育课，请侪侪民众来参加。有一世人讲台湾话民众自头开始学罗马拼音，但是嘛有囡仔拄着同学无人听有台语的困境。2年前，我对罗马字完全拢毋捌，对台语字嘛拢毋捌，就是接读接看。伫厝内讲台语，啊，伫学校因为同学听无，所以就讲华语。一般咱讲到本土意识，咱拢会感觉讲这是一个足严肃的话题吼。其实，那以我的理解，我感觉这根本就毋是一个意识，这本身你就是家己有这个感觉，对咱对这个土地有感觉。语言就是会当代表你的个性，代表你是啥物人。
周清玉呼吁时代爱改掉越头前，对囝儿逝世开喙讲台语。伫工课场、学校、店头这类所在，嘛拢应该加讲台语，才会当促进台语的使用环境。也若文化部的台语家庭计划原本第一阶段伫2月28结束，即阵文化部也决定1点活动延长到3月底。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台北市大家区上无拢有一间亲子馆，目前已经有13间咯。这社会局表示讲，根据条件考核民调，亲子馆的满意度有8成以上，但是有保基团体是希望讲，这亲子馆会当增加保基相关的课程，满足囡仔学保基的需求。8馆8家4家走，囡仔生较真欢喜。真侪囡仔伫台北市亲子馆耍，亲像南港的亲子馆，还有拖会使甲囡仔互动，互囡仔了解生命教育。台北市社会局表示，根据研考会的民意调查，亲子馆的满意度有8成以上，是台北市各种场馆内底满意度上悬的。伊真爱来遮耍，啊，若内底耍了神的时，伊就去外口耍耍。即个亲子馆足大，啊，佫有拖啊，囡仔佫有课程会当参加，阮感觉足欢喜。台北市亲子馆，互囡仔会当伫遮佚佗免钱的，也有办各种亲子课程，亲像南港亲子馆就有课程教囡仔美术、煮食、律动等等。但是就有母语团体指出，亲子馆真罕得有台语文相关的课程。根据国家语言发展法，政府爱保障幼儿学习国家语言的机会，呼吁市府爱依法增加母语课程。唔单是办台语讲故事活动吼，其实会使做的代志有足侪的。即马亲子馆的活动类型其实足多元的，吼，你唔管是音乐课、音乐方面的课、艺术的啦，吼，还是即个律动的。其实足侪课你嘛会使改变这种台语来开，用其他的本土语言来开。关于多语啊，例如台语的绘本这部分，我们之前有开过相关的课程。那如果有一些家长期待会再增开的话，这个部分我们会纳入今年度来增加这个服务。母语团体建议台北市府会当把台语加入现有的课程，也是开新的台语相关课程，来满足囡仔学母语的需求。也那社会局是表示，未来会把台语课程列入规划，符合多元化的目标。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各位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今日台北桃园新竹对15度到23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3度到2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4度到2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0度到18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